队伍来自广东揭阳万德龙狮体育会，大家给点掌声鼓励。我们揭阳兄弟的狮子是一头黑色的、黑青色的，它是一个代表人物。现代的赵子龙、赵云、赵子龙。睇下我哋嘅黑獅，睇下我哋嘅趙雲、趙子龍點樣去上妝。喂，睇下去其他獅隊度借條皮講過嚟。大家有冇睇過《三國演義》啊？趙子龍啊，我哋劉皇叔嘅五虎上將。一個獅子懸崖探寶。驚都未過啊！繼續諗計仔，向前行。摸摸計就諗到計。我哋嘅獅子係比較兇猛嘅，天性又多疑嘅，膽大心細。